台湾不是很多人就跑到国外去了吗？纽西兰啊、澳洲啊、日本乡下打工换宿，没钱在做，有钱也在做啊。那为什么去了国外就可以做，在台湾乡下就没人要做？好奇怪。还不是一样话听不懂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英文跟日文，但是去了客家乡村就觉得啊，客家话奶汤唔吃了，那很奇怪啊。系啊，去讲话去澳洲打工度假也冇听超英文几好呢吼。是啊，但是他就去了、啊，对吧？刚还没录迄移民案呢，我看到也片面在日本的报纸啊，也个屯人我做到跟我戏咩有关系没？也个报纸系。对，还蛮个时期的啊。这是去年的10月了。我们一帮人大概有8个吧，在宜兰种田的伙伴去了日本的九州，帮人家收割酒米。他们拿去酿日本酒的酒米，我们跑去那边帮人家收割，就出国旅行就上报纸。那我去做一件事情，想要学酿酒吗？是，应该是这样说，就是说现在越来越多人跑到我们村子来学种田嘛，然后过这种农村生活。可是事实上，稻米确实现在销售上面是有一点压力的，因为吃米饭的年轻人变少了。对，俺可能因为从这段的米业呢有翻好色哈，唔会想到有年，俺那冇种就算呢，可能买唔到哈。是。特别是没黑有可能的哦，买不到，因为现在连秧苗你可能都开始在，因为源头大家觉得不想从事这个工作了，那宪法有保障哦，人民是有选择职业的自由哦，到最后可能就国家要出来办哦。我觉得我无法想象那样的未来了，但是它已经是一个眼前的一个危机，但是危机是可以当作转机的了。我是对这个事情抱持蛮大的，相反来说是蛮乐观的了。